下面嘅內容節錄自維基百科全書有關佛教經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嘅條目，以及參考嚟自網上《心經》白話注解嘅文章而成，以盡量簡易嘅方向再進行整合，並非嚴謹嘅宗教研究，內容只供參考。如果對《心經》嘅內容有興趣，可以聯絡身邊研究佛學嘅朋友深入了解。般若波羅蜜多心，按梵語嘅語法係一個複合詞，前者用嚟修飾描述後者，合稱嘅就係般若波羅蜜多嘅心。所謂般若，字面係般若，直譯就係智慧；波羅蜜多係梵文，意譯係到彼岸，簡稱係道，係佛教嘅術語，係指以大慈悲嘅心行善作為基礎嘅素質，超越生死輪迴苦海，到達解脫嘅彼岸，係所有覺悟者、修行者，亦都係所有菩薩必修嘅善德。波羅蜜多有6種，6種波羅蜜多就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同埋智慧。般若波羅蜜多係智慧波羅蜜多，係徹底了解到有關空呢個概念，了解覺悟嘅無我波羅蜜。所謂心，原指心臟，呢度引申作為精髓嘅意思。心經係般若波羅蜜經嘅精髓，所以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日本嘅佛教學者福井文雅喺論證心呢個概念嘅研究之中指出，心有密咒、真言、陀羅尼呢個意思。陀羅尼係梵文，係用簡要精煉嘅詞句濃縮精煉，總結義理。如果用呢個方向去解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就係以般若波羅蜜多作為密咒嘅經文。但係同時，著名佛教學者韓廷傑教授認為，心經表達大般若經嘅核心，同埋心經作為密咒真言陀羅尼，兩者並不相違背，係可以並存。所以如果用真言嘅角度去理解般若波羅蜜多心，整個名稱嘅概略意思就係以佛教嘅智慧到達解脫彼岸嘅真言。而心經嘅經就係經典嘅意思。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原本係冇經呢個字，喺古代嘅經錄之中提名都只係以般若波羅蜜多神咒或者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神咒為名，兩者都係冇提到呢個經字，而只係稱之為心或者陀羅尼，或者兩者並稱。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係大乘佛教表達空呢個概念以及般若波羅蜜觀點嘅經典，又稱為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般若心經或者心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係出自大品般若經，當中心經嘅主要部分，亦即係舍利子、色不異空，去到無智亦無得，共計109字，源自於大般若經第421卷觀照品嘅第3之2，並且同大品般若經集應品第3嘅內容相同。另外，經文四大神咒去到能除一切苦，共22個字，就同大般若經嘅第429卷功德品第32以及大品般若經嘅勸持品第34嘅文字大同小異。心經作為大般若經嘅精要而結集，而佢亦都同金剛經並列為通行最廣嘅佛教經文。漢傳佛教之中，心經最常見嘅版本就係唐朝玄奘法師嘅譯本，共計260個字。佢嘅經文言簡意豐，博大精深。當時並未附有標點符號，後世對於標點符號嘅位置亦都有唔同嘅睇法。下面係一般比較多人接受嘅分句處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格爹格爹帕拉格爹帕拉真格爹波啲娑婆訶。經文簡譯：心經嘅經文係以觀自在菩薩開頭，以波啲娑婆訶結尾。觀自在菩薩，有人話係釋迦牟尼佛對佢嘅弟子舍利子開示嘅時候所講嘅說話，意思係觀想已經獲得菩薩成果位嘅大自在菩薩。另一種說法就係根據由玄奘法師口述嘅《大唐西域記》卷3入邊記載，當中佢話唐言觀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係訛謬也。由此可知，觀自在菩薩就係我哋熟知嘅觀世音菩薩。但係玄奘法師認為觀世音係前人所誤譯，而觀自在先至係正確嘅翻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行就係指修行，深就係深淺嘅意思，時就係時間同埋境界嘅意思。整句有積極實踐嘅智慧，到達生死輪迴苦海解脫嘅彼岸。照見五蘊皆空，照即係觀照，見就係親自證知同埋見證。五蘊包括色、想、受、行、識，而蘊就係人類存在嘅基本要素。色字嘅意思係指形態、形象、物質。受就係感受，想就係想象，行就係行為，識就係意識、心智同埋生命力。而空字嘅意思有無常、非固定、唔恆久嘅意思。而咩係五蘊皆空呢？五蘊皆空就係五蘊都係因緣和合而成，係無常，係唔實在嘅，所以先至係五蘊皆空，令到物質同埋精神本質都係空，都係無常，度一切苦厄。身心痛苦不安叫苦厄，而度一切苦厄就係脫離一切痛苦同埋煩惱。經文開首嘅第一段，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中嘅照見就好似係坐船，五蘊就好似大海，皆空就係彼岸。所以我哋可以理解為以佛教般若智慧之法渡船，渡過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金剛經講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而當中見諸相非相，就係照見五蘊皆空嘅意思。第二段，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呢段入邊嘅舍利子就係當時請教佛陀嘅弟子，並非係指佛祖釋迦牟尼去世火化之後喺骨灰之中發現嘅堅硬結晶物。舍利子又名舍利弗，或者譯為舍利弗多，係釋迦牟尼10大弟子之中號稱智慧第一嘅，喺大品般若經入邊經常出現。現代人經常將心經入邊嘅色即是空當中嘅色誤解為色情或者係情欲，而空就係有無或者係空間嘅意思。呢個係誤解。色字嘅意思係指形態、影像同埋物質，包括但係並非單純指美色。而空呢個字嘅意思就有無常、非固定、唔恆久，當中並唔係有無或者係空間嘅意思。當佛經形容空間嘅時候，佢哋會使用虛空，而並唔係單字空。所以正確意思係一切嘅形態、影像、物質都係無常、非固定、唔恆久嘅。整段簡單翻譯嘅意思就係：舍利子啊，人類所處嘅有形色界所做嘅事，同無形嘅空界嘅環境其實都係一樣。唔理有形定係無形，都係一視同仁。感受、思考、行動、體認，最後全部都冇唔同。
跟住呢一段，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整句嘅意思就係、舍利子啊，諸法亦即係萬物，並冇長久不變，所以一切都係無常，冇永恆嘅生命，亦都冇永遠嘅消失同埋毀滅。追求覺悟嘅人唔執着，咁樣係因為冇絕對嘅乾淨，或者係絕對嘅污糟，冇絕對嘅增加，都冇絕對嘅減少。第四段，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整句嘅意思就係、因此喺空亦即無常嘅狀態之中，係冇固定不變嘅物質，冇感受、思考、行動同埋體認，亦都冇本質係固定不變。視覺、聽覺、味覺、觸覺隨時都喺度改變，冇永遠嘅存在。身體一切嘅感覺每日都喺度改變，變得遲鈍或者係敏銳，每日都唔同。眼睛所見嘅一切冇固定不變，你所能體會感覺到嘅隨時都有可能改變。第五段，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當中嘅明就係智慧嘅意思，因此無明就係無知冇智慧嘅意思。所謂嘅無無明就係要將所有嘅煩惱、所有嘅無知盡滅，領悟到前面色空諸法嘅道理，就可以達到無無明盡呢個境界，就係唔俾自己執着於煩惱盡滅。當你明白到自己嘅煩惱嘅來源係因為無知而引起，呢個係一個好事，但係唔好再將自己陷入到讓自己到達煩惱盡滅之境，而緊守心中對煩惱盡滅嘅執着。如此就冇生老病死嘅痛苦存在，亦都唔會令自己執着於將生老病死嘅苦惱盡滅。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冇咗三毒所引發嘅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惡、求不得呢啲苦，就唔會為咗消滅呢啲苦去學佛求得滅苦之道，唔花時間只求消滅自身痛苦嘅知識，亦都唔會心存期望自己有任何嘅得着，拋棄執念，並冇圖謀任何所得之故。跟住就係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菩提薩埵係梵文，亦即係生而覺悟嘅菩薩。整句嘅意思就係如果有上面提出嘅菩薩心態，去修行智慧之素質，求得到彼岸嘅智慧，心中冇任何自我嘅牽掛同埋障礙，冇咗牽掛同障礙，就唔會有其他唔相干嘅嘢嚟到阻撓我哋自己，先能夠真正脫離自己害怕嘅輪迴之苦之中，進求解脫，達到真正脫離輪迴之苦，令到自己處於安靜圓滿嘅境界。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係無上正等正覺嘅音譯，意思就係至高無上、全面徹底且獨自嘅覺悟。整句嘅意思就係唔理係過去嘅菩薩、而家嘅菩薩，定係未來即將成佛嘅眾菩薩，都係依照呢啲修行菩薩之道嘅方法求得智慧，得到至高無上、全面徹底且獨自嘅覺悟。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亦即係因此我哋知道追求成為菩薩智慧嘅秘訣，呢個秘訣具備住極大嘅神奇力量，係引領到智慧清明境地嘅秘訣，係至高無上、無與倫比嘅秘訣，能從而化解所有痛苦。呢個係真實而且唔虛假嘅。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格爹格爹，帕拉格爹，帕拉僧格爹，波啲娑婆訶。格爹就係去行道嘅意思，帕拉亦即係彼岸嘅意思，僧就係眾人嘅意思，娑婆訶就係成就，係祝頌語，同經文開首嘅觀自在菩薩相呼應。整句嘅意思就係去修行智慧之素質，求得彼岸智慧嘅心法口訣就係去吧，去吧，去彼岸吧，眾人一起去彼岸吧，道者們覺悟吧，幸福吧。
原文翻譯同埋宗教功能上，認為以梵文音譯更為恰當，因此經文就用音譯嘅格爹格爹、帕拉格爹、帕拉僧格爹、波啲娑婆訶。所以全部經文嘅約略翻譯就係、觀自在菩薩實踐智慧到達究竟解脫嘅境地，一切都係無常，就將物質感受、思考、行動、體認，我哋都將佢拋開，如此就能脫離一切身心痛苦同不安。舍利子啊，有形同無形都係一樣，唔理有形定係無形，都一視同仁。感受、思考、行動、體認，最後全部都冇唔同。舍利子啊，諸法就係萬物，冇長久不變，所以一切都係無常，冇永恆嘅生命，亦都冇絕對嘅污糟同埋乾淨，冇增加，亦都冇減少。因此喺無常之中，冇固定不變嘅物質，視覺、聽覺、味覺、觸覺，隨時都喺度改變。身體一切嘅感覺，每日都喺度改變。眼睛所睇到嘅一切，冇固定不變。體會到嘅感覺，隨時都喺度改變。領悟到前面色空諸法嘅道理，我哋就可以脫離煩惱，又同時唔執着於煩惱盡滅，如此就冇生老病死嘅恐懼，亦都唔會執着於將生老病死嘅痛苦盡滅。咁樣就冇咗因果同埋解脫滅苦之道，唔執着於揾出消滅自身痛苦嘅知識，亦都唔會心存期望任何所得。以覺悟嘅菩薩心態去修行到彼岸嘅智慧，心中冇任何牽掛，因此唔會害怕喺輪迴之苦中進求解脫，達到真正脫離輪迴之苦，令到自己安樂圓滿。唔理係過去定係現在，定係未來即將成佛嘅眾菩薩，都係依照呢個修行菩薩之道嘅方法去求得智慧，得到至高無上、全面徹底且獨自嘅覺悟。因此我哋知道呢個成為菩薩覺悟嘅智慧秘訣，呢個秘訣具備神奇嘅力量，係引領到智慧清明境地、至高無上、無與倫比嘅秘訣，能從而化解所有痛苦。呢個係真實存在，唔虛假嘅。所以話到彼岸智慧嘅真言口訣就係去吧，去吧，去彼岸吧，眾人一起去彼岸吧，道者們覺悟吧，真正開悟吧。了解心經文句嘅意思係為咗解除對經文嘅誤解，但係同時心經除咗表達大般若經嘅空與無常嘅核心之外，研究者亦都相信心經有作為真言嘅功能。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格爹格爹，帕拉格爹，帕拉僧格爹，波啲娑婆訶。香港人的有聲書係一個業餘嘅有聲書頻道，希望以粵語為香港人製作有意義同埋免費嘅有聲書。我哋會聯絡出版商同埋作者授權，將適合香港人嘅書本入邊嘅試閱部分錄製成有聲書，希望大家喜歡，亦都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其他查詢同埋支持，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page《香港人的有聲書》度揾到我哋。